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2020年中央大学一个马来西亚女学生被白起红性侵，凶手牛玉志一审、二审甲经一审拢被判死刑，也毋过早起高分院更二审是大扁盘。法官认为牛玉志并毋是事前预谋杀人，是间接故意杀人，而且参考到精神科甲心理医生的意见，认为伊有教化修正的可能性，所以改判无期徒刑。被害者的家属完全无法度接受。有何沙场2020年10月，马来西亚一个24岁姓蒋的女大学生被性侵后杀害，等伫高雄阿莲区的山沟。30岁凶手牛玉志1、2审甲经1审，法官认为牛玉志毋是自首，无任何精神病。头一摆性侵失败后，精进犯罪计划，再对死者下手，属于预谋杀人。合议庭认定讲，伫伦理甲法律上有特别可非难性，判决意志所写的犯罪情节上严重之情形，所以讲拢判死刑。不过，最高法院有2摆以需要查明教化矫正的可能性为理由撤销发回。早起高分院经2审宣判，凶手牛玉志强制性交故意杀人，改判无期徒刑。强盗罪部分是判有期徒刑8当，体罚公权终身。被告并不是事前预谋性的有计划性杀人，如果对被告施以长期监禁，辅以心理治疗措施及监所内之教化，当可促其深入反省并改善更生。经2审改判理由，审的法官认为讲，牛玉志非事先预谋杀人，是间接故意杀人，而且有参考精神科心理医师以及教会师的意见，有关矫正教化的可能性，降低再犯社会合规可能性的问题来量刑的。会有这种想法的人还需要这种可教化的理由来推脱，我觉得不太 OK。杀人者本来就要偿命，尤其他是性侵。部分的乡亲对着经2审判决的结果，拢未当接受。家属是回应讲，未当接受这款的结果。中央大学的校方是表示讲，尊重司法的陪伴家属，给因心灵的支持。凶手判无期徒刑，逃过死劫，有乡亲更加烦恼讲，若是以后符合假释的条件，有机会出狱时，心人甲保证讲伊袂过再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